这一本就用一次而已。下一次你还拿这一本说，我都听过了。七号，如果是用我们的这样的方式去，你会发现这一本成全包，你可以用5年、用10年都没问题，因为你要成全一个人从入班、从学习礼节、从亲口、从设佛堂，成为当讲师，刚才讲到，前，从一开始到最后讲师谈出，刚才讲到。不一定啊，但是基本上应该都需要。但是这一本可以用10年 ，OK 啦。所以让各位学员可以更了解一下这个成全包的应用。那时间已经有一点，还有人和单位的日子，我们再拖定的时间，或许稍微介绍一下人和单位的讲的。这个好，那或许稍微提一下哈，人和单位当初在设定的时候呢，他们本来就把它设定这是一次性的成全，所以他这一份没有办法用第2次、第3次。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？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道场的2代能的不太动，所以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方式，去激发起他们这些2代的心，让这些2代了解佛堂道场正在改变中，您跟上了吗？他们的诉求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呢，或许稍微提一下，他们一开始